主將一啲事情放喺我心裏邊，佢將一啲話語放喺我心裏邊，已經醞釀一段時間。我正從不同嘅方向研究佢，主正向我顯明越嚟越多嘅事。我越嚟越清晰地睇到，由於人們對呢一點缺乏理解，對上帝嘅話語缺乏啟示，亦都就係我今日要講嘅。因此人們正在受苦，佢哋無法接受基督喺各各他嘅十架上用寶血為佢哋贖來嘅供應。由於錯誤嘅信念，由於缺乏呢個啟示，我相信呢個喺好大程度上影響咗人們從主嗰度領受嘅能力。信徒們同上帝嘅兒女們，佢哋無法領受，因為我哋都知道你嘅領受能力與你對上帝嘅異象同理解係相稱嘅。Amen。正如患有血漏病嘅婦女一樣，佢睇見耶穌嘅榮耀，睇見佢願意醫治嘅恩典，呢個就係佢擠進人群嘅原因。佢摸一摸佢嘅衣角，但耶穌轉過身來望住佢話：你的信使你痊癒了。但請留意，佢並冇意識到自己嘅信心，而係專注於主同佢嘅榮美，尤其係佢恩典嘅美麗，主所賜俾佢不配得的恩惠。佢睇到啦，主幾年前對我講咗一句說話，佢話：當你在恩典中看到耶穌時，他也在你的信心中看見你。Amen。當你喺恩典中睇見耶穌嘅時候，佢就轉過身來睇到你嘅信心。耶穌對女人說：你的信使你痊癒了。我相信好多時候係因為我哋對呢一點有錯誤嘅理解，以致我哋無法得着一啲所謂嘅屬世祝福。今日基督嘅身體，人都認為信徒嘅祝福只出現喺屬靈嘅事物上，因為以弗所書中有一節經文說：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是應當稱頌的，他曾經把天上各種屬靈的福分賜給我們。但你睇下，屬靈上嘅祝福意味着佢係一種屬靈嘅嘢，佢嘅本質係屬靈嘅，係永久，係永恆嘅。因為凡係出於聖靈都係永恆嘅。呢個係佢嘅意思。試諗下，你生命中擁有嘅一切 ，Amen， 喺你睇得見摸得着之前，甚至係財務狀況喺得到之前，都係一種智慧，即係屬靈祝福。佢唔係有形嘅，嗰個係一種屬天嘅物質。Amen。但你嘅五種感官無法感知到佢，結果人們睇唔到呢一啲嘢。但好多時候因為上帝嘅智慧臨到，使之轉化為有形嘅嘢，例如讓你手上有錢，讓你嘅事業得着成功。Amen。但係事實上，弟兄姊妹，唔好忘記物質上嘅嘢係由屬靈嘅祝福而來嘅，正係上帝嘅靈通過話語帶來。我哋今日所睇到嘅世界、地球同受造物，地球上嘅一切都係上帝睇唔見嘅話語所創造嘅。但我哋以為嗰啲睇唔見嘅五官無法感知嘅嘢，就唔係真實嘅，甚至唔係永久嘅。但事實啱啱相反，屬靈嘅先係永恆嘅。聖經說，看得見的是暫時的，看不見的是永遠的。所以當我哋睇上帝話語嘅時候，我哋無法藉着睇見同睇唔見嚟到辨別屬靈或者實際嘅事物，因為佢哋喺上帝眼中都係一樣。上帝睇嘅係整體，我哋將佢哋分開，我哋將物質同虛無縹緲嘅事物分為兩極。嗰啲無法觸摸嘅、看似唔真實嘅嘢，對上帝嚟講卻係真實嘅。話雖如此，當你閱讀聖經嘅時候，好明顯天上嘅一切屬靈祝福，包括我哋嘅罪得寬恕，包括蒙帶領進入上帝嘅恩寵裏邊。因為下一節經文會談論到呢一點，我哋心蒙悅納，正如希臘文所講嘅意思一樣。Charitoo 意味着我哋喺愛子裏邊心蒙悅納。佢話上帝將各樣的智慧和聰明充充足足地賜給我們。佢話上帝使我哋喺基督裏邊成為聖潔，沒有瑕疵。Amen。呢個係因着愛，讚美主，呢一切都係真嘅。Amen。而且係永恆嘅，雖然睇唔見，但卻係真實存在嘅，甚至比物質上嘅事物更真實，因為有形嘅嘢係暫時嘅。Amen， 讚美主。
些軟弱你仍然不離也不丟棄，因你是愛迷失中的我，因你是愛迷失的羔羊，引領我躺臥在恬靜溪水旁，讓我一生處你殿來唱讚美詩歌，以歌聲化作感恩的祭來向你歌唱，因你是愛聆聽我傾訴，因你是愛回應我禱告，獻上萬千感恩樂章為你起舞。